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今仔福冈山举行新婚法师的完结典礼，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等各界人士拢去致意。今仔下晡开始，冷气团落南愈暗就愈冷，北部、东部会开始落雨，晚是透早上寒，上低温只有8度左右。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3000多人，因为有所在阁无啥救灾物资传出有人的抢劫咯。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12397个本土病例，有54个人死亡。指挥中心目前咧规划讲，确诊隔离按算要对目前咧隔离5天佮加自主管理哦，未来要改做唔免隔离，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也毋过，佮需要等下专家开会了后，才会正式来公布。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我昨天新确诊的病例有12397位，那当然比起我们之前一周下降了大概1/4。橘色这个占最多的呢，60%的仍然是这个 BA.2.75，这也是连续3周，它是超过一半作为我们主流的病毒株。对于这个轻症确诊的隔离的部分，我们也倾向于从5+N，那进一步去调整，那是不是调整0+N 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会请专家帮我们开会，那我们把案子给他们，帮我们这个看一看，那适当的时机我们就会推行这样子的这个政策。今天早上我们也跟那个民政处内政部民政处请教，民政司请教，那么也跟我们之前也看了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殡葬处的发表的这个说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冰柜不够用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在春节的期间，春节之后常常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习俗传统是春节期间是不办丧事那一般有的比较就是说从大年初一到这个。甚至从除夕到元宵节都不办丧事，这是传统。那尤其是在这个除夕到初五之间那几乎是没有人在办这个。那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递延的一个效应那后面的这个往生的人他就会比较拥挤这个在冰柜的部分，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这样。来看今仔福冈山为创办人新婚法师举行完结典礼，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等各界人士拢去致意。总统颁发褒扬令，感谢新婚法师伫教育、人文、文化等领域的贡献。典礼结束了后，新婚法师的法体嘛设福冈山进行最后一届的巡山，率来送到台南大仙寺火化，会安葬伫福冈山的万寿园。白色的日本塔慢慢啊刷出来，前几日过身的新婚法师的遗体就坐伫咧内底，要来进行上尾一摆巡山。沿路有济信众拢跪咧迎接。13早起，佛光山举办新婚法师的赞颂典礼，咱的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拢有到场致意。来生要在当和尚，相信他很快就会倒驾慈航，乘愿再来。总统蔡英文颁发褒扬令，感谢新婚法师对宗教也有教育的贡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来颁发最高荣誉实践一等奖章。那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去颁发荣誉市民证书。现场有济信众专程参与，讲亲像陪伴家己的父母行最后一段路。会来送他们最后一里路，就好像陪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典礼结束了后，新婚法师的遗体就送到台南的大仙寺火化，再个安葬伫咧福冈山的万寿园。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家人民宣布讲，今年的228纪念日，要搁甲台北市政府做伙办228的纪念活动，会家己伫自由广场来办活动。人民是表示讲，因为即卖台北市长是蒋万安，大部分的228受难家属无法度接受讲，甲害者的后代共台。蒋万安是强调讲，伊一向拢真关心228议题，会用心来听来面对，会当做的，伊绝对袂回避。
坐伫册桌头前，上座听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学日去上山国小巡视学生上课情形。不过，各界关心台北市府甲台北市自治办协会、台湾国家联盟合办纪念活动已经真侪年。即马新市长蒋万安承认，台湾国家联盟先开第一枪，宣布结束合办自治办纪念活动，表示真侪受害者家属无法度用分加害者后代港台。张延宪大家知道嘛哈？他有写一个那个责任归属，说蒋介石是228的元凶啊，他自认他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228受难者为什么要跟那个加害者一起合办这个纪念会？针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蒋万安更表示，和历史回归历史，佮希望政府公布相关资料档案，还原历史真相，达成社会和解目标。我们就是用心倾听，家属们他们各自也都有很多的想法意见，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各种机会，尽可能的，那现在市政层次上面能做的都一定会做，也不会回避。台北市副市长严奕华表示，文化局主办自治办活动真侪年，以台北市府的角度，也是希望用纪念活动，和大家斗阵透过安尼历史，彼此向前行。希望用上大诚意将活动办甲上好。也表示蒋万安身为市长，是台北市的大家长，一定要伫安尼代志顶悬，表示出身为政府应该有的诚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报开始，因为锋面通过，还有冷空气落南，北部还有东北部温度会降，嘛开始落雨。明仔载中部以北会出现12度的低温。气象局嘛提醒讲，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间应该是伫拜四的透早，苗栗以北沿海可能只剩8度。今仔日是高中以下学校第一天上课，到台北接近中昼时阵，高温超过25度。日头出来感觉真舒适，不过半日下晡天气会开始转变，锋面通过，冷空气入南，北部东半部就感觉变天。拜一开始，各地拢降温。东部以北地区都有可能来到12度上下的气温，那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更低的状况。因为到了周四清晨的时候，算是比较干冷，清晨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气象专家分析，拜二伫台中以北，还有南投嘉义、甲高雄山区、甲宜花东会落雨。拜四开始，除了东台湾，各地会转做大冷。不过因为辐射冷却影响，这一波上高的时间点可能出现伫拜四透早。台北这上低温度，我即马判断差不多出现伫14号这个透早，差不多是11度点6甲12度点6啦。咱苗栗以北、花海甲一寡空旷的所在差不多8度甲10度左右啦。专家提醒民众，接近春天，天气变化真紧。虽然这礼拜5开始各地会慢慢回温，不过下一摆冷空气会伫下礼拜日落南，东北季风增强，各地各会转冷。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也毋过死亡的人数却阁真侪，昨是新增加57个人死亡，今仔嘛有54个人死亡。意思是认为讲有一寡老大人确诊无赶紧食抗病毒的药啊，造成运行欠上诉的状况，所以死亡的风险是真悬。有数字显示讲过年后大病院急诊的病人是真侪，今年的过年嘛因为有寒流，新北市殡仪馆的病柜拢无够使用。最近热的温差大，各大病院急诊的患者大大增加。有急诊的医师表示，除了新冠肺炎，还有真侪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等等重病患者来挂急诊。其中有部分较侪岁新冠肺炎确诊者，无愿意食抗病毒的药啊，致使运行无开的情形，死亡风险也悬。一些老人呢，他是一开始呢并没有吃药。那到后来咳嗽一直没有好，那一验的话血氧是比较低的，所以隐形缺氧即使在Omicron还是存在的。唔但急诊的病人日头增加，就将死亡人数也是真多，就连殡仪馆嘛面临边柜无够的问题。针对这点，台北市殡葬处表示，传统的风俗，新正到元宵的期间是无咧办告别式，致使每一年春节了后，拢会发生边柜无够的情形。尤其今年新正有寒流来，死亡人数增加，边柜才会无够用。台北市从112年1月截至2月12号为止，死亡进馆的数字是4129具。
比起111年的同期呢，增加了有742具。台北市殡葬处指出，边规模搞情形这2天已经改善啦，差不多3日去迄天就虽有通病。那医师嘛提醒民众，虽然20后礼拜1就会解除室内喙暗令，不过新冠疫情还未结束，建议民众爱完整做过疫苗，维持接洗手得的卫生习惯，至少爱等到3月底疫情才会彻底。目前防疫也是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南部的水库特别打落欠水的情况是真严重。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去关心高雄科化准备的情况，嘛去了解中港新水甲再生水使用的状况哦。高雄市的水利局是表示讲，会配合中央积极来调度相关的资源来做运用，嘛提醒民众得爱心水。高雄水情伫初7就起提醒的车顶，为着了解南部目前的水情，总统蔡英文、经济部长黄美花13透早特别来到高雄，甲高雄市长陈其迈做伙视察高雄欠水甲节水的紧闭状况。临海再生水厂供应给临海工业区使用的有中钢、中油、中石化、李长龙科技。所以大概目前在高雄用的这个再生水的厂商是这几家，那总共用水量是7.8万吨，那最大用水客户是中钢。真少听中港人员介绍，蔡英文看向头前和太阳能板砍掉的大水槽，工地制定需要大量用水，除了自来水，中港每天倒对凤山甲临海再生水场营业总共6万几吨的再生水。另外嘛，对场内工业用水回收利用，并开发海水淡化技术，希望降低欠水的风险。现在主要的努力工作呢，就是要去培养一些核心技术。未来这个量产线建立之后呢，可以应用我们跟工研院所开发的这些核心技术呢，去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成本。高雄一直无落雨，造成水情愈来愈硬。除了企业本身设法节水，高市府嘛赶紧准备，今年新澳的抗旱水井已经有6口会使供水。水利局表示会配合中央调度相关的水源，嘛呼吁民众爱节约用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国内最近鸡卵的量较少，所以今仔开始鸡卵1斤又搁起2块，批发价1斤是52块，嘛算是有史以来上悬的价数。农委会按算讲，至少爱2礼拜到1个月，产量才会较正常。也毋过饲鸡协会是认为讲，可能得爱等啊清明节，产量才会较稳定。店内底大会罐头什么拢有，只有装鸡卵的篮内底是空。就是安尼，贵人啥敢买？交通状况就是比平常一般的量还要减少，大概3到4成左右。鸡卵供应量正紧张，为13开始每台斤起2块，产地介绍每台斤42块半，批发介绍52块。中会历史观点，不止来买卵民众买无，常常爱叫卵的便当店头家同款真困扰。从以前一箱500多涨到现在已经1000了，而且还叫不到蛋。受天气变化，甲农民进行生产加群的调整影响，农委会按算2礼拜到4礼拜了后，产量才慢慢恢复回稳。按照目前的一个生产排程跟养鸡群的一些状况，整个换羽休产大概要2到4周，才会慢慢的恢复投产。那这部分大概是整个后续产销的一个变动，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市鸡协会有估目前鸡卵一天的产量伫11.3万箱左右，目前减少差不多5000箱的产能，爱等老鸡太晚恢复产能，可能爱到清明节过后。应该还有一波的老去淘汰的数量，所以想要恢复应该是比较缓慢一点，清明节以后的吧。量贩店甲超市业者表示，目前正常供应鸡卵价格并无起价，要甲消费者共度这一摆欠卵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健保的收入，去年总算有存钱咯。健保署上新的分析指出讲，除了基本工资增加、军公告调薪，佮有投保金额上限有调整哦。主要嘛是因为去年的景气袂歹，补充保费增加真侪。去年1月到11月份，补充保费就有653亿8千万，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了前健保收入去年总算有存啊，因为国内经济伫疫情期间交出真赞的成绩单，补充保费增加，敢若是去年1到11月，就挹注653.8亿，创历史新高。
从106年到110年，我们是亏损的。那去年最主要的这个可以有结余，最主要是我们补充保险费收的比过去来得好。我们了解是投保单位的补充保险费以及这个股利所得是比较多的。健保是伫1995年3月开始实施，收支平衡时间点是算得出来。2013年开始扣补偿保费，主要是扣保险对象的股利、奖金、租金、兼职、利息、执行业务收支等6类的收入。目前汇率是2.11%，2011年到2020年平均收的金额是400多亿。疫情期間，無共反倒來提懸，敢若是去年1月到11月已經實收653.8億，有5全年應達到724.4億。不過民間團體認為，免因為一年的存錢都認為健保難關已經過啊。反思一下，景氣帶來的紅利跟超增，其實它很難每年都有。所以關鍵其實還是要做整體的健保收支的盤點與檢討，才是這個改革的正道。健保的這個議題是一個永續的健保永續的議題。我們在部分負擔新制的一個這2年來討論的意涵是要強化民眾的付費意識，因為我們都知道必須要珍惜醫療資源，才能夠讓健保永續。洪主任認為政府應該正視健康投資無夠問題，而且部分負擔甚至一年挹注將近100億，財務貢獻其實真有限。重點還是要養成民眾使用者付費的意識，部分負擔甚至有緣愛閣推行，健康健保永續發展。記者綜合報道。托尼基敘利亞佇初六發生規模7.8大地震，台灣派出去的搜救隊已經完成任務，會包機返來台灣。頂在基金會嘛透過國內非營利組織，募集超過17棟的物資哦，嘛利用早起出發的包機，要送去予托尼基政府。後續嘛閣會利用其他的方式，將物資送去托尼基。物資掛愛心啟航。托尼基加油！台灣真濟物資專機啟航之樣，13早起10點半，長榮航空專機自桃園機場出發，要將去托尼基救災完成任務的特殊隊接回台灣之外，也載超過17棟的緊急救援物資送去土國。托尼基駐台代表貝丁克加伊夫人特別到桃園國際機場代表政府接受物資的關照。I am really appreciate for the Taiwanese act. So today we are also getting support from the Taiwan. So we are here for the ceremony. 即擺專案包機托尼基人道救援計劃中，負責指引經費甲公司協調的財團法人真財基金會，在接到特殊隊返台時間信息了後，隨緊急召開會議，透過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紅十字會組織法國山、基督教掛彩經會等5個單位募集物資。禮拜5才開會，禮拜6這個5個 NGO 就把這個物資都募集好了。這一次總共有12盤6櫃17.6噸的物資，就在1天就募集完了。真財基金會表示，這是台灣頭一擺專案包機人道救援甲救災物資運送行動。除了初七，將90名特殊隊員甲2隻搜救艇等大量人力裝備送到伊斯坦堡協助救災之外，也是頭一擺在公司協力之下，真緊積極物資直送海外，同時接回災區的搜救英雄。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咱國駐美國代表蕭美琴今仔去立法院拜會，嘛甲外交國防委員會委員開會，外界正關心講美國眾議院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敢會來台灣訪問。蕭美琴是表示講，駐美代表處會來做上適當的安排。感謝你對國家的付出哈，這是黨的送你的情人節禮物。駐美代表蕭美琴等來台灣做工作彙報。民進黨團總召集人郭建明送玫瑰花甲卡片予伊。蕭美琴13去立法院拜會，民進黨團熱情甲歡迎。嘛有傳伊做立委的時期上較愛食的燒餅。我們柯總剛塞奶，說我很懷念以前立法院吃的那個燒餅，可不可以幫我準備？然後那個我是要冷凍起來外帶的。雖然立法院還未開議，不過外交國防委員會調委王定宇邀請蕭美琴甲朝野的立委聚會。就台美議題交換意見，外界關注美國眾議院新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訪問台灣的議題，也有總統蔡英文敢會訪問美國。蕭
萧美琴表示，咱会做适当的安排。大家非常关心台湾，也非常支持台湾。那我们驻美代表处后续会再针对这个各个议员他们想要来台湾的兴趣来做适当的安排。无公开聚会进行差不多半点钟，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民众党立委邱成远代表出席，关注武器采购甲台美经贸等等的议题，嘛希望萧美琴有机会会当去立法院正式报告。他说，在21世纪贸易倡议这部分会作为他的重点啊。那也提到避免双重课税也是他的重点。也希望萧代表可以把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国会不同党派的一个意见带回美国。萧美琴13暗时就会返去美国。针对媒体关心2024年敢会参与总统大选的议题，萧美琴强调讲，这届返来台湾是就公务交换意见，其他就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看原本要伫去年11月份伫台湾举办头一届的台美科技合作 STC 会议，因为台海迄当时台海的情势真紧张，美国嘛准备要来举行期中的选举，所以暂时无办。今仔早起，国科会主委吴政忠是表示讲，台美科技合作会议有可能会伫今年5月份举办。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科技竞争他也希望说我们这个国内的厂商也需要有一个第三地的布局。所以我想台积电去美国那去日本，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布局。那包括在越南、在印度，事实上也有很多台商已经去布局。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渐进的。那这个趋势应该是未来10年应该不会变的。去年底，台美原本要伫台湾来办头一届台美科技合作会议，美方高层的官员，包括国务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等研究机构的代表，拢会来台湾参加。除了有台美5大合作议题核实检讨会，嘛去新竹科学园区，佮有国研院的太空中心、半导体研究中心来参观哦。国科会今仔的新春记者会的主委吴政忠就表示讲，顶礼拜驻美代表萧美琴来到国科会，嘛带来一个好消息，目前台美科技合作会议按算会伫5月份伫台湾来举办。咱个来看南韩三星传出讲拍歹介绍在抢晶片的订单，介绍是比行情俗一成。有专家指出讲，咱国内离线的晶圆代工业者嘛可能会落价。有分析师是表示讲，因对半导体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虽然有诶调整库存，也毋过第一季是传统的小月，所以效果并无明显。南韩三星顶日讲，业界库存调整造成晶圆代工业务产能利用率下降。业界传出，三星无放弃晶圆代工成熟制程生理，颠倒用更加积极的介绍整球单。影响就会比较扩及到国内的2线的晶圆代工厂。那目前呢，也有可能会有跟进这个调降报价的一个状况。那主要也是希望能够跟三星呢来做一个竞争。专家认为，除了国内二线晶圆代工厂面临降价压力，第二三星降价。半导体的头九台积电原本有希望反转提悬今年的报价，恐惊也会遭到三星的破坏。知名半导体分析师刘兴基指出，伫半导体产业公司财报出来了后，看到真侪公司开始启动库存调整，不过因为第一季是传统的小月，成效恐惊无明显。13台积电开盘股价544块，开价价盘中一度落盘，上价只有538块，807块。联电股价也开始转为疲弱，开盘50块2角，盘中上价是49块1角5，八盘1块6角5。第一季的话，不管是台积电或联电来讲的话，他们的股价即使回档，我觉得应该是有限的。那反而呢，说不定呢，如果说联准会的这个升息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像市场担心的这么快的话，这么幅度这么大的话，那说不定呢，台积电跟联电的股价呢，反而说不定还有表现的空间。分析师认为，虽然第一季是半导体的小月，也毋过因为台积电先进制程占营收过半。下半年开始，3奈米比重提升，受到三星调降影响不大，股价犹原有表现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继续来关心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上新的统计，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3000多人了。虽然死亡的人数搁继续的增加，也毋过陆续嘛是搁有传出有人互救出来的好消息。土耳其的政府嘛开始追究起厝建伤的责任。另外因为有真侪所在搁无救灾物资，当地嘛传出有人抢劫的乱象咯。建商卡拉库兹甲太太12伫伊斯坦堡机场准备出境，互警方抓到。伊讲家己去44栋厝都4栋，毋过全部依照法规问心无愧。另外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寇斯库芬7站也伫机场互人杀乱，伊讲无清楚家己去的厝为虾米倒去，出口甲建材无关系。伊的律师表示，伊只是一个犯罪的。副总统奥克泰表示，根据地震影响范围省份所称的建筑倒去的资料，目前已经确定有超过100人涉嫌偷工减料，即马咧调查。中日地震造成的伤亡规模真大，土耳其当局要对于任何隶属建筑倒去的人彻底追究责任。美联社报道，土耳其建筑内部合规范，政府是针对业者开发，毋是改善。2019年相关执法单位就承认，土耳其1万以上的建筑，差不多1300万栋公寓，拢无符合法规。掠建商对政府的不满转移焦点有帮助，尤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就因为经济衰退、加高通膨，和5月选情真危险。地震发生第6天，依然有记录出现64岁生存者被人赶出来。刚才区哈泰城真济所在传出炮声，一对妇女活落来。Kızın nerede? Orada. Bak. Bakın. Bak güzel kızım seni almaya geldik. Şu ayaklarını bir göreyim. Bakayım. 加泰安泰普省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成功得救，不过骨体抢劫灾后乱象已经出现，当局已经派人加强巡逻。Arka tarafından patladığı için yağmalandı. Direkt nakit paraya ellemişler. Çekmeceden 70.000 lira para almışlar. 土耳其3点5万搜救队员也在努力，国际社会74个将近9600的搜救队员已经加入，也有更较侪人赶过来。另外，伫叙利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咧等待进入西北部，因为受到通报，这个所在情形更较严重。叙利亚人等待国际资源依然无够。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大地震已经发生1礼拜，救灾物资送到叙利亚的进度是真慢咯。有方救灾民众就批评讲，国际社会根本就无重视叙利亚。WHO 是表示讲，已经甲叙利亚的总统讨论，会赶紧甲物资送到位。土耳其的灾民嘛批评因的政府救援的进度上过慢咯，嘛讲未来中近的日子，因嘛唔知要安怎办。地震生存者看到眼前的家园，表情真茫然。伊的亲人也阁被缀伫这片土石当中，因公寓倒去，逃走伊身躯边13个亲人，所迟迟等无各国对叙利亚援助，互伊忍不住批评叙利亚，互世界人拢袂记哩。هذا البناء هذا الدمار لو يكون بأوروبا أو دول أجنبي كان كل الدنيا اجتمعت لإنقاذ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كانوا موجودين بس هون نحن ما بقول لك ما في حدا يعني مثل بعضها 联合国谴责救灾物资无法度进入叙利亚，而且谴责特别进入第13年内战，严重破坏当地医疗体系。世卫组织秘书长泰德赛伫访问阿勒颇了后，12甲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会面，讨论增加跨境连接点这个代志。Earlier this afternoon, I met with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Assad, who indicated he was open to considering additional cross-border access points for this emergency. 土耳其灾民对着妈妈的遗体，口讲当局救援行动真慢。伊表示，伫地震发生的时阵，也个人甲受困的妈妈讲话，毋过苦苦等待2天，依然无等到救援。即马已经正做冰冷的遗体，互伊心情为悲伤转作愤怒。Allah için ya vicdan olan baksın ya. Pazar gününden beri böyle halde bu halde ya. Salı günü öldü arkadaş. Yeter ya. Kendi annesi olsa ne olurdu Sayın Recep Tayyip Erdoğan? 不少土耳其人拢对政府救灾速度感觉真不满，有人因为家园被地震摧毁，今年远走他乡重新开始。20年前，埃尔多安伫前任政府处理地震救灾不力之下上台，即马伊的政治前途也要触觉民众对政府救灾的看法。
另外，巴塞普勒斯一间中学的排球校队去土耳其阿德亚曼比赛，大爱旅馆在强烈地震当中倒去，包含学生甲教练总共39人罹难，遗体已经运回故乡。12为最后一名罹难者下葬，甲举行哀悼仪式，有数百人参加，现场气氛真悲伤。公视新闻邓慧晴报道。过来消息咯，来看当地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参观的人数又个创新高。国父纪念馆附近的交通是拢塞甲真厉害。今仔开学咯，为伫灯会附近的共和国小，有家长真烦恼讲活动的噪音会去影响到上课，伊嘛真烦恼上下课的交通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是表示讲，灯会阁有一礼拜，民众的意见因会赶紧来改善。透早起来，学生收心，到校上课。13是开学日，北市共和国小的学生有伫家长的陪同之下到学校，因为学校靠近台湾灯会的国父纪念馆会场，人真多，有家长烦恼活动噪音影响上下课，也烦恼学生下课受到冲击。前几天就有发通知说，因为灯会。所以可能要请家长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对，学校也是一直都有在跟大家，就是跟家长们那边做联系，就是提醒大家上下车的动作要加快这样。对此，学校表示，灯会开始进前，警方有来帮忙会勘，请学校做部分的弹性调整。家长会也投入大量的人力协助，希望家长和学生同齐共度这个时期。我们灯会的附近的交通管制会比较严谨，那学校这边有跟信义分局他们有非常认真的来帮我们做会勘，也是共体时间呐，难免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我们已经派了最大量的人力进来协助了。的确，当然有些细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民众也有给我们一些反应。我想灯会还有1个星期，我们都会就民众反映的部分加速的来改善。台北市长蒋万安13透早到上山国小关心囡仔上课进行，因为灯会也过1礼拜，对媒体追问灯会动线顶问题，蒋万安强调，家己有实际行访灯会，看一了动线的规划，甲人潮车流，确实有一寡细节会当做得更加好，希望就民众反映加速改善，将灯会做得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叫做中正路的路是真侪伫台南都有38条，算是上侪。依据中正路行动人民最近发起联署，望讲用民众的力量来要求政府应该爱改名。台南市政府是强调讲转型正义是市长黄伟哲重要的政策，也毋过道路要改名是有固定的天数，后续看联署的状况来办民调，嘛爱迄条路2/3以上的户长同意，才有法度来改名。中正路是大家拢袂青分，世界拢看得到的路名。毋过，干那台南市就38条中正路是全台湾上侪。即马228要到啊，依据中正路行动人民就发起联署，要求政府重视路名改革，修补威权时代留落来的伤痕。2月28这个第2个，大家反省咱台湾的民主进步的情形嘛哈。我们发起这个移除中正路，其实当然是依据促转条例嘛哈，所以我们有询问给总统府。到6都到县市首长到甚至到乡镇首长这样，因为这只要行政命令就可以移除了，所以重点是移除，不是改名。那移除之后要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没有设限。不过，全台南的中正路拢已经真久啊，伫人丁上侪中西区中正路来讲，民众有无同看法？周边的店家啦，我们营业的基本上我们的住址啦，我们的一些认识的那个客户都会。知道这个地方，把路名改掉了以后，会对我们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不管是礁溪或者是台中，都曾经成功改名了之后，我会觉得说，这个改名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政府的决心的问题而已。台南市府表示，市长黄伟哲一直拢有在推动转型正义。去年，佮甲唐德宗纪念公园头前100公尺的中正路段改名做唐德宗大道，民团嘛真欢喜看到实际行动。接落来，佮来看联署的状况。我们必须要有5%以上的户长的联署同意呢，我们才能进行民调的一个调查。那有2/3以上的户长的同意呢，我们才能来进行更名的行政程序。不过，市府嘛强调，要改路名牵涉的范围真宽，包括路牌、户籍等等，爱变动的天数真侪、真复杂。市府会考虑到历史甲现代民众的生活这2大因素来规划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县东河乡的金樽海岸有正特殊的绿林岛的景观哦，也毋过用行要去绿林岛是真远。最近有业者就利用沙坡车来载人客，也毋过引起部落的抗议。族人认为讲沙坡是因部落的传统领域，因并无经过因的同意。东管处甲台东县政府嘛表示讲，业者嘛并无申请营业登记，会来进行处罚。这日天是真好天，东海岸金樽海边啊，会当看到真罕见的金樽绿林岛的景观，形体像船艇。有不少游客想要看互清楚绿林岛是啥物物件，会亲身走一撮。绿林岛内底有一个海蝕洞，形体像鸟的头壳形，嘛封号做是鸟洞，因为真侪游客会来这行搭。为新正开始，就有业者伫咧金樽渔港经营沙坡车，载人客去绿林岛甲附近的沙坡啊。不过，这引起东河村阿美是族人的不满。因为这片沙坡嘛是因的传统领域，业者可能会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个地方又是我们村庄的传统领域，然后那边又有很多海龟会出没，所以现在我们村庄的决议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业者在这里营业。金樽海岸嘛，伫咧东海岸国家风景区内底，根据东管处的调查，目前金樽地区并无业者申请经营沙坡车，也若业者的沙坡车有伫咧驶的范围是金樽渔港，还阁有遐4块犁啊，而且伊嘛无甲台东县政府申請，安尼可能会违反渔港法，会当罚3万至15万。事实上，在渔港的区域内的岸上的，不管是岸上或水上的任何活动，都要事先经过申请。如果业者有违反这些相关规定呢？依照这个发展观光条例的64条的相关的一个规则，后续也是可以依照法定的部分呢来做相关的一个严处。目前东海岸嘛有民众伫咧网络宣传会当用沙坡车载人客，不过东管处清查了后发现讲，目前东部敢若有花莲县一间业者有合法登记经营沙坡车，呼吁民众唔通伫咧国家公园风景区内底驶沙坡车，因为安尼可能会违反国家公园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国道3号苗栗后人往白路段有一台轿车去弄到护栏，车就卡伫路边的水沟啊。警方表示讲，这个驾驶亲像是要闪超速翕相哦，向换车道，车失去控制，加在车顶2个人拢只是轻伤。国道3号上北131公里所在苗栗后人段，13号早起6点外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台轿车经过这个路段，向正边来偏移，无顺利弄到另外一台大货车，速度来当场失控，弄破护栏，最后90度并伫咧边坡的水沟内。救护人员得到消息到现场，将受困车内包括驾驶在内总共3个人救出来，其中有2个人受轻伤送医。我行驶在外车道啊，他从中线弯硬挤进来，他就跟我下面这边擦撞了。哦，撞到了前面的，然后就看到整个斜的出去，然后从护栏撞下去这样。13号早上6点54分接获中心通报，由后龙交流道口有发生一起小客车因超速而掉落边坡的事件。警方初步了解，肇事轿车29岁资深驾驶，早起为台中清水出发要到台北，经过国三后人路段的时阵，疑似向发现有测速翕相，想要制作双车并排，由其他的车辆来挡到家己的车牌，煞无顺利失控的意外。交通队表示，雷达测速若是发生几多台车并行的情形，会由人工个案来判断是毋是超速。系统会自动发射、接收电波频率，换算出车速后，再产生违规资料，由远警制单举发。采证照片中如有多车并行情形，会个案判断，以确认违规车辆是否超速。吊车将轿车吊起来，规台车的车头严重变形，变成废铁。警方经过酒测，资深驾驶并无酒驾的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也搁要进一步厘清。记者苗栗报道。最近樱花大开哦，台中的武林农场樱花季头一个拜六礼拜都有超过6000个人。南投信义乡草坪头的樱花季人嘛是叉哦。虽然有大型的停车场，也毋过有游客是怨叹讲，等接送的车要等2点外钟，真忝。公所佮县政府嘛表示讲，交通的部分会来检讨改善。一丛一丛开花开甲满满的樱花树，将规座路染作水红啊色。台中的武林农场进入欣赏樱花上好的时期，头一个拜六礼拜就吸引大量游客。
一日就6、7千人。尤其这桩已经30档的樱花王，品种是招和樱，大家拢小静要来翕相。大概它的高度有4层楼到5层楼，粗估大概12公尺到15公尺，非常的漂亮。那福寿山的花季嘛特别高啊！园方表示，当地海拔较悬，上好去欣赏樱花时期是伫咧2月中到3月中。另外，南投县义的草坪头嘛有真侪游客去行打，煞嘛造成人阵甲车阵乱吵吵的问题。你看，这么多小车不会塞车才怪呢！10台游览车就可以多少人放行的人，然后你就是放行小车。游客不满草坪头的交通管制，放一般的轿车一只一直驶入去细条的山路，要坐接送车的民众就要到2公里以外的停车场，而且因为接送车甲轿车拢停伫咧山路顶头，所以伫现场排队排甲落长的民众，一个等就是2点钟起跳。我们草坪头园区的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那个小车辆就进不去，导致这些车辆就塞在新中横公路。停车场的盘点，还有这个接驳车数量的计算，这个都要把它算清楚。县议县公所表示，原底会当予5000个人入去园区内底，不过因为天气好，搁再加上是休寒上尾一个拜6礼拜，敢若一日就15000个人要入园，加派接送车嘛是应付袂来。那学者是建议主办单位应该加强交通资源的规划，民众嘛要配合分流，安尼旅游品质才会当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婚姻观需要安置的囡仔，目前计共是有169个人，也毋过婚姻观只有31户的寄养家庭，大概是会当来照顾35个囡仔，所以其他囡仔就要送到机构，也是外县市。婚姻的家庭辅助中心是表示讲，去年只增加4户的寄养家庭，所以呼吁民众发挥爱心，来斗相共需要照顾的囡仔。38岁可能啊，过去捌伫咧育幼院做社工，虽然即马改做老人照顾的工作，毋过真介意囡仔。4年前加入寄养家庭，讲上介大的感动就是看到囡仔逐工进步甲成长。带过来的时候也不是小 baby， 就是已经有受过一些熏陶的，所以的确不是那么好教，但是就是也没有这么困难。做了的话就会有自己的方法，然后家福也会有办很多课程让我们学习。婚姻观政府社会处统计，到去年底，婚姻观需要安置囡仔有169人，不过县内只有31户寄养家庭会当照顾35人，其他囡仔就要送到其他的机构或者是外县市。婚姻交付中心表示，去年全县只有增加4户寄养家庭，虽然逐年拢有少，不过也是真欠。我们目前云林家福中心的寄养家庭，剩下31户。在这5、6年来，我们一共减少了29户的寄养家庭，才新增了大约20户，所以寄养家庭的流失非常的严重。全家人都很喜欢小孩子，后来被大家的爱包围住了，所以现在小孩很活泼，那讲话也很清楚、很标准的。为着要鼓励符合资格家庭来加入，婚姻县政府透过受证典礼，邀请已经加入寄养的妈妈来分享经验，要让大家结家熟识寄养家庭。只要满25岁、结婚满2年、有各种以上学历、家庭收入稳定、有空间，就当来申请。希望来斗相共这囡仔，互因伫咧成长过程当中得到上介大的照顾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有真侪老大人拢唔敢出门，为着要帮助时代未退化了上过紧，台北网界健康服务中心最近就推出线顶运动的课程，嘛有设计一寡真趣味的题目，爱老大人来回答，互因运动更当减急头脑。疫情期间，老大人因为减少出门，运动机会变少，渐渐甲一寡运动社团失去联络。台北文化区健康服务中心增加线顶的运动课程，结合游戏问答，让老大人伫厝内都会当做运动。我的感觉线上上课就是跟老师在家里教你1对1的上课一样。有时候老师还会在那个电视机的镜头跟你注意每个学员的动作是否正确，教你的亲人也比较放心。
根据行政院的统计，受到疫情的影响，参加健康促进的学员人数平英过减少超过400万人。体育讲师表示，老大人普遍有筋肉较少、无力的问题，尤其疫情关伫厝内，下半身更较接出现问题。其实主要都是在下肢肌力的流失会比较明显，特别是步态的改变啊，或者是在走路的步幅还有速度上都会有明显比较下降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也会针对这一部分来去做平衡啊，或是下肢肌力层面的大腿肌力、小腿肌力来去做强化。讲师提醒，会当陪伴时代加做一寡有阻动力、增加耐力的运动，譬如压腰、举落、练骹背，降低筋肉的退化速度。记者麦上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公司台语台戏剧《咸水大饭店》今仔开始翕《咸水大饭店》的剧本哦，是进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正尧的故事，是一段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过程，有爱情、友情、亲情，有真侪感动人的故事，咱做伙来看卖。祈求人员平安、拍片顺利、收视关拜。众人家向诚心拜，祈求顺遂。公司台语台新戏《盐水大饭店》13开镜。盐水大饭店的故事是以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正尧的故事为主题，讲台湾民主化过程基层民众的故事。伫讲因的无奈啊，奋斗的过程，甲失败，甲上尾啊找到家己的路。时代戏剧上困难拢是景啊，甲考据嘛吼。啊，甲演员的台语，这拢爱经过真大的训练。演男女主角的周耀仁甲吴祖辉表示，挑战台语戏剧上困难的是要安怎甲剧本的文字用较口语、台语开的方式讲出来。因为文字不是文字，不过咱若要甲伊讲出来的时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要安怎甲这个台词会当像平常时啊，咱咧开讲安尼。可比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该做说啥啦？哈啦。台语台台长李东熙表示，除了今年的盐水大饭店，台语台所来逐年拢有新的台语戏剧推出。台语戏剧的精彩，希望大家做阵参与。记者郭永水桃园报道。屏东的邦寮国小邀请高雄中学，佮有全台湾5间大专学校的老师佮学生去学校办科学的活动哦，要互囡仔做各种的科学实验、游戏，加当来体验 VR， 望讲学生会当产生对科学的好奇、佮兴趣。学生囡仔摕来达，一下就对人的手点火落去，看到是真惊人。我们的手就不会受伤了，因为其中水都帮我们把热都抢走了。详细讲解奇妙的实验原理，吸引众人来体验生活的感觉。这是伫咧屏东县的邦寮国小，由全台5间大专院校甲高雄中学做伙去举办的科学市集，希望会当促进小学生对科学的好奇甲学习的兴趣。一群我们大专院校的老师，还有高中的老师呢，一起来访寮国小，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让偏乡的访寮国小的学童们能够体验到科学乐趣，然后在他们心里埋下科学种子。除了各种科学实验、弄馆游戏，也有提供 VR 体验、甲人物实物等等，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新鲜，接触到特别的科学设备，嘛学到知识，体验到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很神奇。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好玩的活动可以参加。跟大家一起来这边贡献所学，来给这边的乡亲来玩科学。那我本身其实也是访寮乡的子弟，这次有机会回到家乡来，跟大家一起来玩。这5间大专院校甲高雄中学的师生，做伙透过趣味的市集活动，将科学资源甲知识带到邦寮国小。因嘛希望会当继续来合作，进一步培养出愈侪优秀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幼囡仔嘛愈来愈侪高科技的产品会当使用。今年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电脑都业者推出一款 AI 人工智慧的阿婴仔车。这台阿婴车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哦。若是囡仔喺哭喺闹爱抱起来的时，爸爸妈妈就免一手抱囡仔，一手刹车咯。拄做爸母的人若带囡仔出门，囡仔吵闹时阵，若抱囡仔，一怪若刹阿姨仔车，实在真无行。加拿大一个职业妈妈就把这项困扰转做伊创业的机会，把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伫咧阿姨仔车，互伊家己行。
The inspiration was really ou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coming parents. Looked into the stroller market and we're really surprised that we didn't find anything that has some kind of level of automation or motorization. 韩国伫咧伊的查某囝出世迄年创立公司，生产这种自动驾驶的阿耳车 Ella。囡仔若抱伫咧手的时阵，车会家己行。伫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店，韩国电视这台结合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阿耳车，也会当侦测环境的危险状况，即时发出警讯，也会随甲车停落来。两个引力的设计，互这台阿耳车伫咧爬行的时阵，会甲你倒刹，减轻父母的负担；伊若伫咧落行的时阵，伊会档爱小减掉的，互你车速袂伤紧。因故为了安全，囡仔若坐伫咧车内时阵，大人也是该换掉的。If your infant is crying and you want to hold them because they need that physical connection, or you have a toddler who walks for a bit but not really for very long distances, and you bring the stroller along. 韩国人讲，这台车上好的所在就是，互你会当双手抱囡仔，而且伊还有摇床加帮助困眠的音乐，用手机 app 联动就当追踪定位，互厝内人知影这台红眼车怎么伫咧倒位。高科技的红眼车价销无俗，一台差不多10万台票。另外，这种婴儿监视器伫摄影机内面有装人工智慧演算技术。除了会当测量喘气的频率，还可能侦测婴儿困的姿势是毋是正确，自头到尾拢会当精准的扫描。若是有可能出现造成向死的危险状况时阵，监视器 App 会随传警讯到照顾者的手机啊。The algorithm will learn over time what baby's head looks like, when he or she's on her back or on the stomach. If there is a compromising position the baby's sleeping in, mom and dad will get alerted through our Chillax Care app, and then they can come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okay with baby in the nurser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ant all babies to be safe and sound, and we want mom and dad to rest easy at night. 耳耳智慧监控系统的人员讲，无任何一项工具会让避得过亲身照顾的爸母。这款智慧的仪器，只是伫咧爸母较无闲的时阵，小斗3工一个，互爸母伫咧带囡仔时阵，会让小可较轻松一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西部地区有澎湖、金门、马祖部分所在会有蒙雾，所以民众若需要骑车、洗车出门，都要特别注意。另外拜四因为今仔下暗开始变冷，拜四是这波冷空气上冷的时阵按算是一直冷到拜5，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